我需要你安排一个专业人手帮我去一个地方探探情况。地址：天星湖小区18栋。我要知道别墅内所有情况和详细的照片，特别是如果他有练功场，让你的手下务必拍得足够详细。我们天神的人2个字，专业。哎，对了，组织最新悬赏了唐子晨，有内部消息能透露吗？这个得另外收费。哎，好说好说，没问题。组织在之前派过3名杀手追杀过唐子晨，这3个杀手等级很高，自由度也很高。组织并不清楚他们追到了哪里，只知道没过多久，他们的通讯定位突然打开了，位置在梅州。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遭遇了唐子晨，也彻底失去了唐子晨的踪迹。那他们人呢？失去联络了，应该是凶多吉少。唉，现在这件事已经引起了上面的重视。哪个上面？当然是最上面的那位。把你手上所有有关唐子晨的消息都发给我，你的报酬我会打到你的账户。好说。